所以2个礼拜1次，所以呢，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就时间已经7点7分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式要开始我们的课程。好，我现在呢就把这个 PPT P 上去啊，播上去。好，masa pinangtuhaw ko kuna na PPT no mako. Hai masa pinang to. Hai, aray. 好，anini ulamok 我今天的主题我把图书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动词的基本类型我记得上一次还是上一次我有问过在座的老师们什么是动词但是呢我好像有些老师对那个词性的名称呢不是很熟悉那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过去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就使用这个语言嘛，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的语言变成书面化，然后有那么多的名词，我会讲就好了。现在呢时代已经有变迁了，也渐渐的人在部落都比较少听到说族语呢在都会更不用说了。据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是当过阿美族的以推组织的计划主持人，我们到各部落去探查，到底部落里面还有多少个家庭在家里面说族语。我们看到的数据到了大部落去，好的小部落我们台湾有210个原住民阿美族的部落，那我们所得到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一个大部落呢都是单位数到部落是单位数所以呢在家庭讲族语的是很少，所以我们不要说族语是我们以前有一个术语，就是说家庭是写族语最好的地方可是因为现在家庭已被解构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都会的夫妻50岁，你看我不要说20岁50岁的夫妻在家庭说族语的机会多不多？我在都会我们也我们的以推组织的这个探查呢，也一样的，到都会呢更令人担心就是大概1%不到。所以现在的夫妻说在家里会说族语的几乎没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说族语那他们的孩子在家里怎么学到族语呢？所以现在呢这个老师们呢就身负重任了，就变成在学校学族语就好像早期的毛利人一样。他们在毛利族呢因为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我大略的数字，比如说是他们原来是50万的人，到最后呢快要灭绝了那个民族，只剩下那个抗争要求立法，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们从学校里面学到的毛利语再回到部落里面去复振他们的语言，所以现在他们的语言也有学校了他们有学校，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从学校里面把英文把那个毛利学回来，然后回到部落里面去推动他们的语言。
所以现在的老师们呢，你们也是变成有这样的一个重任啊，这个使命感，在这个关键的10年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话，我们就不要期待我们的孩子呢，能够为我们在语言方面呢，复振语言的这个工作上，我们就难以期待他们说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这一代是还可以有体验过早期的耆老的部落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回来研究一下自己族语，然后透过书面的文章啊，然后呢，这个把它学通。上一回我有讲过，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书面呢？没有办法啊，我们如果是在部落的话，就不要学语法了。如果我们一直在部落，祖先就一直跟我们说的话，干嘛还要学语法？我会讲就好了。我们如果都用这个这个语言来沟通，我们要看得懂就好了。现在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法？因为他现在说的族语呢是不三不四的了，就是说是不通顺的，也不合乎我们的语法的习惯了，所以说出来的阿美语呢，是不是我们祖先所说的那个阿美语？他们说的阿美语是，不是我们阿美语的语法，是变成中文式的阿美语。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师变得很重要。如果老师没有这方面的素养的话，以后你要教正确的阿美语，那要教什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除了要体验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懂得语法，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说话的习惯、正确的阿美语教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变成大家都很辛苦，要重新从书面上去了解我们的句法啊。好，阿美语的语法就是在研究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句就是研究它的句、它的语系跟它的正确的用法啊。那今天第5个单元讲到动词了啊，我们今天进入到动词。我们谈到动词的时候呢，这个在很多的学者呢研究呢，都是研究它的动词。他们用另外一个说法呢，动词他们都是因为因为阿美语的动词都是在句子的最前面，所以研究的是用焦点的方式，他们用一种焦点系统啊。其实我上一次好像有讲过，一个句子里面每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前面的。我们的现在他们研究的是只有研究动词，因为动词在前面啊。因为美国人开始的研究的时候，主词我想你，想就是一个动作嘛。后来他们发现说，南岛民族的动词在前面，所以他研究那个前面的想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动词。他们以为南岛民族的动词就像英文一样动词这个它的特性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呢，动词就是谓语，谓语就是动词，它不可能有别的名词，不可能当谓语。他们是谓语就是动词，动词就是谓语。可是我们阿美语，我上次有讲过，阿美语呢，我们的谓语不是只有动词，它是15项里面的其中一个它是很重要，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谓语里面有15种，包括动词、名词、代名词、近代词，是不是一直到感叹词？但是我们今天又开始进入到谓语里面的第一个类别，就是动词。好，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动词。动词它可以分成5种，但是我今天写了4种。动词呢可以分成咪、
主动动词。第二个呢叫妈主动动词。第三个是妈是被动动词。第四个叫做 VEN 后面有 EN 的叫做处置动词。还有第五个是什么呢？老师，我现在不写，因为怕会乱掉。它最基本的就4个。简单的说，第5项呢，我们叫做特殊动词。特殊动词有很多种的变化啊，但是呢，它不是很有次序的。像这个1、2、3、4项，它都很有规律的，所以我把它分成4个基本的类型。那个不规律的特殊的动词呢，有机会再说哈。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先看一下什么是咪主动动词。咪主动动词，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动词都是从那个状态词变过来的。比如说动词，为什么它叫咪动词？其实我们的动词都是构词构来的哈。比如说 sulit 这个字，sulit 是字嘛，但是这个名词呢是状态词啊，名词呢，但是它的意涵里面也有动词的意涵。比如说 sulit 是字啊，我的字好看啊，它的字体很好看，那个字叫 sulit。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当动词用，因为它是名词啊，所以呢要把它变动词的时候呢，你前面加 mi 这个字就 mi sulit， 它就会变成写字啊，变写。它是主动，我要写名字，我要写东西，我要做什么，它是一个主动。比如说你只要用 mi sulit 后面写什么呢？你就后面要有行为、有动作、有受词啊。mi sulit ka tungangan ni mama ako 啊，叫做主动。所以呢，大部分咪的动词呢，绝大多数都是主动意味的字，所以我们叫主动啊。好，现在是第2个字啊，先介绍一下名称哈。什么叫妈主动呢？有些动词本身呢是妈开头的字，但是它是主动的，它不是被动的。比如说下雨天 ma oras， 它不是被动的，它是自己会下雨啊。比如说台风呢 mafarios， 它不是被台风，而是它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叫做它是妈开头的字，但是它是主动的。我后来给了一个名称，我书本里也讲是他自己的动，别人不会有关系啊，这种叫妈主动动词。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的自己的自主动词啊。比如说我肚子饿了 ，masulap 有没有？是自己的，不跟别人有关。masulap 大锅也是妈。我睡觉呢 ，mafode 也是妈。所以这种动词呢，跟上面的不一样。那上面是主动有行为，要可能别人你说的嘎锅啊，比如说跟别的东西有关，跟别人有关，比如说比如说mi palo 嘎锅多锅弄，我就会我要打牛，这个咪它会有，但是妈这个主动的动词呢，不可能会跟别人有关系，这个叫做妈主动动词啊。第3个妈被动呢，是跟第1个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是 misorit 这字是主动的话，它可以变成 masorit， 它是从第1个跟第3个刚好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比如说 mi palo ji marang ijikulasan marang tagulas。那现在是马巴洛的谁呢？就是马巴洛尼马让吉古拉斯，马这个是马巴洛，所以这个米巴洛跟马巴洛这是2个相对的啊，就是米索雷啊
masoret tungangan ni mama ako, misoret kako tungangan ni mama ako 是 mi masoret numako tungangan ni mama ma 是被动，所以呢1跟3是它的一体两面啊，所以呢它是 mi 动词跟 ma 动词，它是它的一体两面啊。所有的 mi 动词呢，都几乎都可以用 ma 被动啊，就变成被动。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 mi 当当是煮嘛 ，mi 炸看哦发答案 ，mi 当喊哦巴沙瓦里 ，mi 妈妈煮鱼 ，mi 当吉伊那杜夫丁啊，妈妈煮鱼。那鱼被妈妈煮了，说马当多尼伊那古夫定啊，那里面的句法也要再这样讲。我现在只是让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字咪这个字可以变咪当吉，因为它有受词嘛，咪当吉伊那古夫定啊，煮鱼的是妈妈，鱼被妈妈煮了就变成马当多尼伊那古夫定，那个句法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虽然它们是它的一体两面，但是它的句法的排列是不同的啊。好，第3个什么叫处置动词呢？所谓这个字，我刚才是所谓这个字是名词，是叫状态词，加咪所谓就变成主动的，可能要写什么东西哈。马所谓呢是被写了字，马所谓，可是后面呢加 en 的字也是。从那个状态词变过来，所谓这个字后面加 en 的，所谓顿是命令你或是叫你把什么东西写了啊。巴路也是一样吗？米巴路啊，比如米巴路及马ran杜娃娃变成马巴路你马ran古娃娃，也可以变巴路恩你马ran古娃娃，这个。都是那个一个字的一体两面，但是这个字叫做处置。为什么叫处置呢？你看啊，巴路这个字后面加一样的说，巴伦把它打了，把它处理了。如果说那个蛇干了什么，把它用把蛇打死，把什么东西怎么样？我们叫做处置啊，名词这样子解释先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在我们的动词里面呢，这4个动词是几乎每天都会用得到的动词啊，所以呢，它是主动有被动啊，有处置动词。好，那动词有那么多种，我们一下子可以写完。这个只是让你知道说那个是什么一个概念的名词啊。那我们现在我要再翻到另外一面之前呢，我不晓得在座的老师，我这样说明，不晓得可以听得懂听不懂我举在座的老师，我这样讲，动词有5种类型了，有一个类型叫做特殊动词，被归类成特殊动词，还有它里面有很多种。那种变化啊，比如有那个中缀的字啦有的是没有中缀的字啊，然后它不是咪不是妈也不是 en 的字啊，这个都是归类在特殊动词里面以后再讲，那个是另外的一部分所以各位老师，主动动词这个妈主动我们叫自主动词，或是妈被动处置动词。这个概念这样说明可以理解吗？可不可以理解？可以。可以哈。如果可以理解的话，就翻下一个页哈。好，现在呢，我们进到动词以后，动词有很多种类型，但我们今天呢，不可能4个都讲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咪动词，好不好？那个4个动词里面，我们今天讲第1个，下一次可能再慢慢讲到后面的4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咪动词就好了
好，先看到下面的那个 PPT 哈。今天大概甚至 me 动词都可能上不完，请看一下 me 动词的基本形态啊，它的句型。me 动词是主动性的动词，它的意志性，它的行为是它的意志，个人的意志，就是主动性、意志性行为的动词。一般的叙述句呢，分成5个类型啊，5个类型。我刚刚讲4大类型的动词里面，我们2、3、4都不谈了。我们今天只谈一个 me 动词，它就有4种重要的那个句型啊。好，请看一下名词，这个好像上一次有跟你们谈到及物不及物的时候呢，不晓得在座的老师还记不记得？好 ，V 是个动词，叫 verb，S 就是个主词，所以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 V 加 S？ 第二个叫 V 加 S 加 O， 第三个叫 V 加 S 加 DO 加 IO， 第四个 V 加 S 加 DO TO。哇，老师，我这样就已经头痛了，没关系，我慢慢讲啊。me 动词这4个类型呢，我们先讲第一个，你看看哈，只要有 V 有 S， 它就构成了句子的概念啊。一个句子就要具备谓语跟主语，刚好这个句子的谓语是动词，所以后面有 S， 它就构成句子。这个呢，为什么有这个字呢？表示这个 V 跟第二个 V 是不一样类型的字，它才会有出这种动词。简单的说，就上次跟大家说过的，第一个句子它是不及物，所以后面不会有 O 就是名词啊，也就是受词。你用的第二个句型呢，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句子？它还是句子，跟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个是句，这个也是句，这个句子为什么还要这样的符号呢？因为你用的动词不一样，所以这个动词是及物，所以后面有 O。第三个呢，现在先不讲，你等一下先把这2个弄通了以后，你再讲后面的这个代号呢，你就懂了。我现在换 PPT 啊。好，第一个，请看一下不及物动词哈。没有宾语，宾语就是受词啊。谓语呢，现在是用动词当谓语啊。主语呢，我们用 S 这个字。记得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讲过 ，verb 这个字用取它的 V，S 这个字是 subject， 取它最低一个字母是 S， 所以以后你看到 V 加 S 是什么意思 ？V 加 S。外国人一看英文呢，什么叫 V 加 S？ 一看它叫做句子啊 ，V 加 S 就是句子的一个代号啊，V 加 S 就是句子，就是 sentence 的意思了啊。以后你们看到这2个字，你只要一个句子里面具备这2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句的概念啊。好，我注解一下，主语这个字就是 S 啊。是指主事者，是行为者啊。他说Maranam Gago 这个人呢是干什么？我是吃饭的人，就是行为者嘛，主事者啊。主事的人就是做事的人，就是这个字的主词，就是这个动作的主人呢啊。这个动作的行为者就是叫做主语啊。第二个呢，谓语是什么呢？就在叙述的一件事，比如说谓语是什么呢？叙述语，叙述什么？你看，马塔那么嘎锅，我在叙述我干嘛？在叙述我在吃饭，在讲这个主词是什么，还是做什么？这个主词是干嘛？在吃饭呢？也叫做什么？我写多嘎锅那怎么办呢？谓语这个时候是名词，不是动词了啊。罗马干嘎锅，我走路呢？罗马干是谓语，嘎锅是我。那我干什么？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就是在走路。所以呢，
我们的主语在后面，谓语在前面啊，所以呢，人家多研究，把它当焦点去研究，弄了焦点一个头两个大，好多焦点。我们很简单啊。好，我们看了这个句子以后，请看这里，请看看下面的句子啊。我开始要问哦，也要同老师们开始要打开你的麦克风，我要叫你念了，我们也方便念了，让你一方面看，学会看句子啊。这里是很简单，大家都很熟悉的句子哈。来，各位老师，你打开麦克风，第一句啊，念一下第一句看看，请。Mi futing Mi kako. futing Mi kako. futing kako. 米夫丁嘎故是我捕鱼，对不对？对，很奇怪哦，你不要用中文的思维哈。现在我们在学阿美语，在英文，你看看中文哈，我捕鱼。好，我们先阿美语暂时放下来。如果我们看中文呢，我抓鱼，我捕鱼，我是中文的什么主词，对不对？那中文的主词是我嘛？他干什么？这个我干嘛？抓鱼，对不对？他这个时候是抓，是个动词，抓到的是鱼，所以他这里呢是我抓鱼，它是主词、动词、受词。很奇怪呢，阿美语不是这样讲哦，它的米夫定这个字是一个谓语而已啊，所以呢，我们只要叫 V 就是这个米夫定就是动词，嘎过是我，所以呢，这个叫做 V 加 S， 它就构成了句子，它已经是一个说明完毕了。米夫丁嘎过我去捕鱼，后面这个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句子已经是一个完整句，但是什么都不加，它就可以完整了，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标准的阿美语的句子，所以这个 V 加 S 就 OK 了。就这样子，我们再看看第二句来，请各位老师再念一下第二句，请。Inanom Minamang kulong. kulong. 好， Kulong. 好，米纳诺姆是喝水，对不对？喝水，那什么？到底谁喝水啊？主词是哪一个？古龙的这个古特别注意到呢，这个古叫做主个标记啊，后面我们是有标记的语言的，有很多标记啊，主个标记、数个标记，还有受个标记，什么有一大堆人名标记，什么什么标记啊，这个你这古很重要，这个古你只要看到古后面就是主词，几乎都可以猜得到，除非它是代名词，不会有标记啊，不会有标记个代名词啊。好，牛喝水，牛喝水就已经已经答的完整句了，简的表现出这个什么叫完整句呢？意思就是说我说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并没有我并没有那个没有说完的感觉。比如说有人在吃东西啊，我如果问说你在吃什么，你如果说古马恩嘎哥，我问你在吃什么，好的，古马恩嘎哥，我还在等你的答案。那个你说的古马恩嘎哥就是不完整，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有要表现出来的字，比如说古马恩嘎哥读大力，你要把后面的事说完了，这个才是完整句啊。所以呢，可是不及物动词呢，不需要后面有东西啊，它这样就完整了。所以这个还是 V 加 S 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好，再念一遍，这什么意思？来，请。Mi adopt si mama. 好，爸爸去打猎。Mi adopt si mama。好，这个算不算完整句？算不算完整句？完整句。算不算完整？你是不是已经听了？
我说我要去哪里？你阿乐吉妈妈这样，但去呢，他去打猎，这个是完整句啊。为什么？这个有谓语 V 后面有 S。有的人那一天呢，我就在大学上说，你阿乐吉妈妈一路 dog 讲，那也好啊。但是呢，我们上次也讲过，一路 dog 它不是基本的元素，那是地方副词。但是这个句子呢，有谓语、有动词、有主词，就已经是完整了。你要不要加一路 dog 都无所谓。地方副词它不是基本的元素，所以它不列入句子的那个基本的成分了。Mi adopt mama ipala, mi adopt ma ilotok, mi adopt ifanao， 都可以啊，但是那个地方副词不算啊，不算，所以它已经构成了什么？ Mi adopt 妈妈爸爸去打猎，所以这个是 V 加 S 啊，就通了。好。再看，请再念一下，等一下越来越多句子，好，来第4句再念一遍，请。Maranam Cipanay。Panay 吃早餐，对不对？你认为这是完整句吗？是完整，就是完整句嘛。因为它用的，为什么只有这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完整句呢？很简单，它用的 Maranam, Mi adopt, Minanom。米夫定，它用的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不会有东西的。所以再回头看看前面的 V 加 S， 这样就是完整，已经构成了完整句。我再讲一遍，完整句就是说出来的一句话已经完整的让对方听懂，叫做完整句啊。他的意思已经表达的完整了。好，这个我们为什么后面不要呢？老师，那个 Maranam Cipanay Isfi 可以吗？Panay 在厨房吃饭可不可以啊？那 Isfi 可以当受词吗？我问大家 ，Maranam Cipanay Isfi 是什么？地方副词。地方副词。地方副词是元素吗？是成分吗？它不是句子的基本成分。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都不是句子的成分啊，所以呢，你就是后面 Maranam Cipanay Isfi。如果我问你它的句子的结构，它的句型结构是什么？你只还是告诉我一下 V 加 S 而已，后面的地方副词不能算。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一页 OK 了吗？有听懂吗？这一页，这个 page 可以了吗？可以翻过去了吗？有没有老师有疑问？没有。可以哈。好，我再翻一个 page 来，请看一下，找找看。你如果是知道的话呢，我已经刚刚有讲过，现在是从简单开始来哈，找出下列句子的基本成分。好，请看一下第一句哈，米夫丁及妈妈，这什么结构？ V 加 S 在哪里？妈妈，你妈妈，这样看懂吗？这样会看句子。来，你86找巴奈，什么意思 ？V 加 S， 他们去帮忙。你86是什么意思？忙啥来叫你86啥来？帮忙工，帮工，互相帮工。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早期是这个。我如果说只有我们2个夫妻，我们要割稻的时候呢，哇，要有人先割稻，然后呢又要打那个什么，那个打鼓，完了以后还要有人那个稻草要弄旁边，另外呢忙了以后又有人这个什么把那个谷子一包装包，
然后呢，又要有人呢送到牛车上，一定有很多的人。如果我们2个夫妻的话，做不了，所以呢，大家就会换工，互相合作。你来割，我来打鼓，你来这个扛那个这个稻谷啊，你来这个。今天在你家，我家，后天在他家，这种换工的制度是我们过去阿美族特有的一种工作的一个形态啊。好了，再看第3个还是比较简单，后面越来越长哦。你看一下，那如果是这样。这样可以通吗？我念给大家听啊。Mitafi ifunun ako itafa chimama
好像很奇怪呢。要把吉妈妈阿过，因为主词啊跟后面的那个属格要放在一起，因为它是一组的，所以呢，主词的部分呢叫做这个主部呢，整个要往后面掉。mi tafi ifunun itafak 吉妈妈阿过，那就会通了啊。所以你这样找到就找到了啊。所以说这里的主字是吉妈妈过啊。那前面呢？以弗论是什么？地方。啊，对了，以拉法是什么？副词，时间副词。时间副词，所以它会这样子散在你的句子里面呢。你要能够判断它是什么东西，那这样你的句子就看懂了，对不对？所以呢，它有时候句子会变得越来越多字，然后它复杂。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你要定位好，看清楚谓语是谁，主语是哪一个。找到了以后呢，找到主语你把主语放到最右边，还是一样念的，可以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好像上一次有讲过，主语可以放在最右边，把谓语跟主语分成两半啊。那这样的话呢，记得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是修饰语，修饰什么？通常都是修饰谓语的部分，动词的部分，所以它是属于谓语的部分啊。那但是基本成分它不能当基本成分呢，它只是修饰它的挂在它这个谓语的里面的所以这个还是 V 加什么？ S 2个字而已这个 V 是 mitafi， S 这个是吉妈妈阿过吉妈妈这个是主要的那个核心的字好，最后一题，请大家再念一下，我们要换一个 PPT 了第9题再念一遍，找一找主词跟谓语备，请。吉妈妈你嘎造阿比利努鲁杜。这个句子变成越来越长了。好，这个是如果人家问你说，万一考试请你告诉我这个句子的结构是什么？你会写什么？这结构，你可能会什么都写了D 加 A 加 IO 加 DO 什么东西都有了。这个呢一样的，你发又是什么？动词对不对？告诉我。这里的主词是哪个？或是主部主词的部分是哪个？吉妈妈你吉妈妈你嘎造对不对？嘎造的爸爸就是主词，连同他修饰他的字都要放在一起。好，吉妈妈你嘎造是不是主词，或是要主部对不对？主词的部分，吉妈妈是主语嘛，那后面有修饰它也是属于它里面的嘛，所以吉妈妈你嘎造是主词的部分。好，吉妈妈你嘎造把它调到后面去来念一下，请。对了，嘎造的爸爸呢，在山坡上砍草对不对？嘎造的爸爸在山坡上砍草就是这样。所以阿比利斯诺罗多这个是什么？阿比利斯诺罗多地方副词。地方副词嘛，很简单。OK，V 加 S 就这么简单了，就是说你要学会看得懂，即便它句子变得很长，你也要找得到。谓语动词是这个字这个 mi fa rio， 主词是吉妈妈，到后面呢有一个修饰语，它是吉妈妈你嘎造，就是一个主部如果把它放在后面，刚才你念的那个部分呢，就把这个句子分成两边了。左边的全部我们叫什么呢？左边的全部叫什么？知道吗？那后面右边的全部叫什么？右边的是主部。对了，
主词一个字啦，主部就是全部了，对不对？来，就像我把这个地方哈，我再稍微给大家写一下好了，这个字哈，我把它再弄红哈。然后第9题呢，让大家知道什么？上一次好像有讲过这个，好，我把它再做一个诠释一下哈，我把它放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好的，请稍等哈。好，请看这个，这2个完整的句子。我现在呢，我把这几个教你，我把这个字，我把它放蓝色的字是，你要知道蓝色的字是主词的部分。我再讲一遍呢，主语就是几妈妈而已啦。后面有修饰语的时候呢，它这个主词主语呢就变大了，不是吗？它就变成主词的部分，就把这个主词部分放到右边去看看。那这样以后呢，这个句子是不是变成2边？对不对？变成2边之后呢，我们刚刚说的谓语是这个谓语就是动词是只有一个，米发六是谓语嘛，对不对？谓语是米发六，刚好它是个动词，叫做谓语呢是动词米发六。以阿比利斯努罗多是修饰这个字，它也不过是修饰它了，但是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字，有很多字了，对不对？这个一串的字，我们叫什么呢？好像有上过了，上一次。这个叫什么？忘记了。叫的叙述部分，我们叫述部，不是吗？那主词呢？主语是这个字，后面还有一些字的一串字叫做主词的部分，我们叫什么？忘记了，老师跟各位，主词的部分我们叫做主部，对不对？叙述的部分叫什么？述部是叙述的部分嘛，所以句子里面呢，它会变扩大起来，它会把它变成大。不是，我记得是没有上过主部、述部吗？有没有上过？有，忘了。你要复习啊，不然后面要怎么上？上一次又忘记的时候，那学过的东西，那又活用不来了。所以呢，再看一下这个啊，第3题，请看，只有一个谓语的，只有一个谓语。只有一个动词的，叫做这个谓语呢，就是动词嘛，对不对？它那个高过是一个主语嘛，就我们翻成一个字的时候是谓语，后面右边是主语。可是它有些是会有一堆的字会给你啦，它永远不是永远都是2个字在，因为我们说话会复杂化嘛，思维越复杂，句子会越长嘛。所以最基本的句子是一定有一个谓语，通常是一个字。我用述语也可以，述语就是谓语，那主语呢就是主词。如果这个句子呢后面有一些东西来修饰它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字了，不是谓语了，它是一个整个是叙述的部分，我们叫做述部，叙述的部分。主语呢，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字了，后面还有修饰语呢，我们的主词的部分，我们叫做主部，所以句子加大呢，就会变部整个部分述部跟主部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原来的最死板的本来就是只有这2个嘛，那我们因为上一次有讲过吗？主词的位置会跑来跑去我们的主词有好多的位置所以呢，分成2边的话，前面是左边叫做述部，右边叫做主部这个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 好，所以这样子呢，其实呢上面的就有提，
我们的组织是插入在这个那个位移跟地方副词的中间，所以其实每一个句子都可以分，像老师现在把它分这样。可是我们的习惯呢，不一定是这样，它可以有很多位置，都是通的啊，都是通的啊。好，现在呢，下面是另外一个句型啊。好，现在的时间是7点58分了啊，刚好也是休息下课的时间。那等一下，我又要看另外一个句型了。现在让你们脑袋，会议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动词。动词又可以分成 me 动词、ma 主动、ma 被动、en 动词啊。然后呢，这么多动词里面，那不能一两下就上得完，所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讲。今天呢，2、3、4不谈，我们就谈第一个就是 me 动词。me 动词呢就有这种类型呢，me 我刚刚讲的只是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动词后面是主词，因为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不会有受词。我们讲了半天，然后就是这样啊，然后才有这样的句子到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学会的就是我们学会动词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动词，我们叫 mi footing, mi palio, mi nano, mi lafit, mi saturon, mi sateng, mi sakalahok, mi tafi, mi fario， 这些动词都称为，来，我问一下，什么动词？有没有老师知道？不及物动词。对了，我们今天用的是不及物动词，答对了。我们下课10分钟啊，我们待会儿又讲另外一个句型啊，这样有听懂吗？啊，有，老师好，好，谢谢。然后我还以为你们还在喝开水，没有，回来了哈。来了。好的。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刚刚上到的是不及物动词，好，现在呢，我们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动词哈。me 动词有4个类型，一个是不及物的时候，都是咪，都是不及物啊。现在呢，开始进入及物动词。我刚刚有讲过，及物动词它一定有一个主词，有一个宾语，宾语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话文叫受词啊。及物动词有主语跟宾语，主语用白话语就是主词，宾语就是受词，就这么简单哈。谓语有15种，现在我们用的是动词，所以谓语、主语、宾语，你看到这3个代号 ，V 就是动词 ，S 就是主词 ，O 这个字是受词。以后你如果到大学，甚至于到研究所去学语言学的时候呢，或许将来会有机会啊。只要看到那个 V 加 S 就是一个句子的代号，那个后面有 O 呢，就表示这个 V 呢是个及物动词。你既然用了及物动词，没有 O 不行。我再讲一遍呢，你用的是不及物动词，都不可能会有 O。但是什么时候会有 O 呢？看你啊，你用的什么动词啊？我们现在呢，让各位老师先想一想，我在讲后面的事情之前想一想，我让你分辨一下这2个字到底哪一个是及物，哪一个是不及物哈。好，一个字叫做
你自己，我找你们的语感哈，我找你的语感呢，好，我找一个字哈，masulap 这个字跟米当当这两个字啊 ，masulap 一个米当当，我们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想想看 ，masulap 是肚子饿嘛，对不对？米当当是煮东西嘛，哪一个是及物动词？米当当，好，米当当，你看看呢？为什么米当当是及物动词？你看看哈，你看后面可以加东西呢，煮吗？米当当加锅，那我说米当当加锅，后面可不可以加东西？我主语怎么说？米当当加过豆腐丁，你后面会加豆腐丁，这一句话你加豆腐丁是不是通？米当当加过豆腐丁，可不可以？可以。好，我煮牛肉怎么说？米当当滴滴努咕隆，都又来一个都滴滴努咕隆，那个都就是受个标记，后面一定有一个宾语嘛，对不对？所以米当当加过豆腐丁，米当当加过都滴滴努咕隆啊。再一个，我在煮菜怎么说？米当当加过多大凳、多大多西那味儿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加东西在可见这个米当当这个字，你只要能够想到什么，我要煮什么，你只要知道要煮，我煮什么，后面会有东西可以让你煮啊，一定要有东西啊这个呢叫做及物动词。另外一个字，刚刚我说了，你可不可以加后面多什么东西？可以吗？不用，可以，不用嘛。马索勒嘎过我肚子饿，马索勒嘎过豆腐丁，可以吗？有这样的说法吗？不可以。马索勒嘎过滴滴努咕隆可以吗？很奇怪，不可以嘛，很奇怪嘛。马索勒嘎过肚子饿就好了，为什么后面有东西呢？因为你用的马索勒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要加东西，我肚子饿就肚子饿了。好，所以呢，再看一个字哈。好，现在再最后一个给你一个概念，打人的打怎么说？打。打路。秀官是米八路，海岸叫什么？米斯代，米斯代。北阿美怎么说？打20，米打20，对不对？对。米几黑米打20啊，米打20，米几黑米打20可以了哈，米打20。虽然我们的字不一样，我们的字都不一样，米都是米打20，米八路还是米米斯代还是米，所以我们的语法都是一样的，只是用词那个词汇不一样。好，现在呢，我们找一个，随便找一个人呢，吉马让好了哈。好，不要老是马让，那个是发答案的。白柚好了哈，吉白柚哈，白柚打小孩怎么说？米巴路吉巴柚多娃娃。好，米巴路。好，米巴路。人叫做吉巴柚。打的是小孩，就是后面多不是娃娃，所以后面是米巴路。如果呢，你后面不给我加多娃娃呢？米巴路吉巴柚，那有没有完整？米巴路吉巴柚，你叙述一件事，米巴路吉巴柚，你会等答案说他打什么？
他打什么？他打蛇还是打小孩，还是打鸟，是打鸟，或是打人？我不知道。可是你会等，你等后面的，所以后面你没有给他，你反而觉得这个他说的米巴罗而已啊，就会变成不完整。这个意思呢，你并不是完整的了解它的整个叙述，这个就叫做不完整的句子。你用的是米巴罗是个及物动词，来打的人是谁？打的人是谁？吉巴佑，吉巴佑。接受他打了以后，总有人要接受他的打的动作嘛？谁是受词？娃娃，娃娃，小孩呀，所以接受这个动作的叫做受词啊，对不对？啊，就是把又打，这个孩子是被打，就是被他打的那个孩子，就是接受这个动作的嘛，哈，就是我们叫受词。所以呢，有人打，一定有一个是对象嘛。所以呢，米巴罗吉巴佑杜娃娃这个好，那后面那个宾语呢，受词呢，不一定小孩呢，他打那个蛇可不可以呢？米巴罗就打吧你们打那个打死了哈，我想说打就好了。米巴罗吉巴佑杜娃娃啊，米巴罗吉巴佑杜啊，别人怎么说？米巴罗吉巴佑杜打我，对不对哈？打我都是名词哈，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名词都是宾语，但是呢，我现在只是让你们知道，宾语就是一个接受人的人或是事物。可是呢，我们现在还不要分说是人要怎么样啊，名字要怎样说。我们现在是宾语就简单是东西就好了。所以呢，你因为用的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你可以加名词嘛，可以加东西嘛。所以呢，这个谓语这个名字也很重要，因为我那天上了那个什么班去哈，那个什么花莲那个师资培育班呢，连名词他们都搞不清楚，谓语好，他就都动哎，还什么，他就乱猜哦。那个我说这个是主语啊，那个叫宾语啊，哦，我就说。Mi alap ci mama ilotok， 我说 ilotok， 他就随便猜语，那是宾语，他就是所以呢，后来我就突然发现了，我们过去所有的老师，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上了班长，谁给大家教经老也还要给了，还做给他，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人教我们这些东西啊，没办法啊，现在学生都在学校，那怎么教他？怎么教他正确的？我们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在座的老师，你一天可以讲几句话？阿美语几乎没有啊。现在如果没有对象的话，除非两个夫妻啊都会讲主语还好。如果你的先生或是你太太不是主语的话，你搞不好一天在家里都没机会讲主语了。所以现在小朋友学主语啊，要很多的老师啊，怎么办呢？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怎么样不正确的？你要怎么样去看？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透过书面呢来学我们的语言，把它学通了以后，我们再可以传回到我们的部落里啊。所以谓语、主语、宾语，宾语是什么呢？宾语就是谓语所涉及到的人事物，涉及就是什么人呢？涉及到别人呢，就是米当多玛安，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啊等等。所以宾语我们简单的就受词，所以呢，及物动词后面有主词，一定有个受词。好，我们来看看，这样这个名词的说明应该可以吧？我们跳到下一个画面了哦，来看看，请你找找看。请你找出下列句子的宾语，宾语就是受词。好，请看一下。好，请各位老师打开麦克风，第一句哈，我现在开始要问了哈。
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有看到画面上是30位了哈，所以我们好像还有10点。然后，吉玛莎那个王佩文是吗？王佩文有在吗？有。好，你先念一下，然后告诉我 V 加 S 加 O 是 V 那个有没有地方副词，你就不要看它哦，时间也不要鸟它了哈。我要知道的是它的基本的元素。你是念第几题？不是。老师从第一题开始嘛，对不对？对，第一题，请你第一题告诉我。翻译，先翻译，然后再告诉我那个它的元素。妈妈要回家。米扎盖是米诺盖。对不起。买东西。妈妈买什么东西？辛纳芬儿。辛纳芬儿是什么？水是菜。这是菜哈。不是凳吗？凳。辛纳芬儿是秀姑兰阿美的辛纳芬儿。他说拉凳是绿色的青菜啊，这样说也可以讲说青菜叫拉凳哈。我们有很多雅群的语言啊，所以我们老师呢，万一你哪一天是到都会的小朋友啊，你只有拉凳，你不晓得辛纳芬儿的话，他说老师这个我们叫辛纳芬儿呢，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比较说古号，你们的汤叫古号，我们叫咖啡，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阿美族太多元了，所以我有时候会用海岸的，有时候会用北阿美的，也会用秀姑兰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一个通的，所以呢，辛纳芬儿这个字可能你不太记得，辛纳芬儿是秀姑兰阿美的菜啊，但是它是一个通俗的菜，不是就是只要是副食品啊，不是饭就是了，辛纳芬儿都可以讲辛纳芬儿。拉凳都是青菜拉凳是青菜，所以米扎盖吉那多辛纳芬儿。好，那个佩文，你告诉我这个结构是什么？这个结构应该是S 吧。那个 V 在哪里 ？V 在伊那是主词耶。不，V 应该是米扎盖。对，第二个呢？对，去买，然后再来是辛纳芬儿是东西这样物。来，我再让你看前面的 PPT 哈，然后我让你看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的结构啊。你大概是这个叫动词，对不对？对。所以辛纳芬应该是宾语。对呀，那主词是谁？主词是吉因娜。对呀，妈妈是要买的是什么？辛纳芬。这样就是对了。我要你们是这样子说明啊，你看得懂句子是这样啊。OK， 好的，正确答案啊，米扎盖是动词，吉因娜是主词，都后面呢，通常有一个都后面是宾语，就是辛纳芬儿啊。好的，那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题可以回答啊。我们先看看，好，佩文你答对了哈。再过来新慧吴新慧老师来第二个，你念一下。米扎六吉马浪杜巴里丁鲁马古。米扎六是那个外语，吉马浪是主语。好。杜巴里丁鲁马古是那个宾语。答对了哈，会翻译吗？会。马浪借我的车子。好，很标准。
太好了 ，OK， 就是这样子哈，你先看懂了，这样子会分析，一步一步的来，一句一句的看懂，以后你就写多了以后，你就很多句子就可以分析出来了哈。好，好来，清晰。下来呢，5连成哦，不要了，5连成不用回答了，他是老师了哈，跳过。妈妈那是那个5连成理事长是不用问的，他已经是师级的，就跳过。下一位，李淑梅老师，第3题。李淑梅老师在吗？在线上吗？还是你的麦克风有问题？好，李淑梅老师，好，那可能麦克风有问题啊，再先跳一个哈，李怡丽老师在吗？在，好，我在。好，在，很好。第3题你念一下，顺便分析。Ipaka itu Gulung ji mama ilutuk。答对，翻译呢？那个爸爸去上喂牛。好，现在呢这个次序不太一样了，先告诉我，那个现在的结构是什么？Ipaka嘛，就是吃嘛。Gulung ji mama ilutuk， 就是前面是吉妈是主语，然后再来一路都是地方。我先问一下，米巴嘎恩什么意思？米巴嘎恩就是吃喂食。放牛放牛给牛吃草的，就是放牛啊。放牛，放牛的喂牛你说的那喂牛是正确的哈。然后这里呢，它现在的排列是怎么排列？米巴嘎恩是什么？动词。那不弄是什么？是是宾语。答对了，是宾语。是受词。对，他故意把你对调啊。然后呢？它是受词。名妈妈呢？主词。妈妈是主词。对了，它现在是 V 加 O 加 S。对，为什么会颠倒呢？因为我们的 S 呢可以跑，知道吗？所以它现在的次序你要找得到说，VO 虽然是 VSO 等于 VOS 是一样的，可是你要知道，万一它颠倒呢，你也把它当主词是不对的，对不对？现在你的答案是正确的，这边是什么呢 ？V 它现在是 O 后面 S 它 S 放在后面来了。要不要是严肃？一路动是什么？因为它是什么？一路动是地方副词。对，很好，因为一个地方副词，对不对？所以呢，很好，你们差一点被他骗哦。没有，我有课我认真上课。有上课有上课就有回馈。好，你答得很正确哈。再下来，李银香老师，好，李银香老师，第4题。第5题先念一下好吗？顺便认识一些字哈。好，请你翻译一下，认识一些单词哈。我在砍柴。好，可能
铲铲吗？米墩墩是什么意思？铲，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米墩墩就是我们的柴火很长，对不对哈？你要把它剁成一节一节的，叫做米墩墩啊。比如说，你如果木材太长的话，你煮饭不方便，不是吗？所以我们常常都是那个你从山上砍回来的木材呢，你要把它剁成刚刚好一节一节的。米墩墩就是砍成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叫米墩墩。好，所以这里的翻译说，米墩墩。锅多加水一百加水盐。我翻译给你听哈。我在柴房，在放木材的地方叫柴房哈。剁那个木材哈。我在柴房剁木材。好，请你告诉。后面呢？那是豆豉。哪一个？煮茶税是宾语，然后比较主要是地方副词。OK， 正确了哈，很好，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啦，说错无所谓，因为老师还会不要说因为错了就不敢讲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担心。你们讲错了没有关系，也不会有留级，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因为你们是在学习，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学语法，所以老师会教你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让你不断的进步，不要因为不会就是不敢讲，你就直接跟说老师那个字我没有学过，我就会告诉你那个字，我看看大家对那个词汇的认识够不够啊。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在这里是，如果你们都会了，我还要当老师吗？我就没有用了嘛。那我就没有就好像医生一样啊，那个医院没有病人，那个医生就没有用了，就没有功能了啊。好，所以呢，大家要这个尽量的这个热忱学习啊。好，下一位林明秀老师，第5题，请你分析一下，念一下。林明秀老师，林秀明，对不起，林秀明老师，我念错了哈。还是一样，麦克风没开，好吧，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哈。下一位。我们跳过哈，林淑贤老师。嗨，谢谢。第5题来。咪早溜吉妈妈都拜邮费。对，很好。爸爸在邮局借钱。好，那结构是？是动词谓语，吉妈妈是主语主词，独白数是宾语。邮费是地方副词。OK， 标准答案100分哈，很好。好，下一位是高瑜高瑜老师。嘿，请你看。好，第6题哈。咪能娃娃读滴滴费，咪能是谓语。谓语娃娃是 VSO， 对。答对了。读滴滴费是 O。哈，读滴滴费。好，标准答案哈。好，下一个，那个大家都也要看别人答自己也是练习一下了也是一个复习哈。青素贞老师有在吗？
青素贞老师哈，没有开麦克风，没听到。好，先跳一个许信燕老师，许信燕哈。好的，米利索卡古杜伊朗阿古。好，我去拜访我的朋友 B 加 S 加 B 加 O。OK， 那个阿姑是我的是修饰语，对不对？修饰以让，所以呢，以让阿姑整个就把它当受词哈。OK， 你发音很好哈，标准答案很好。好，下一位呢，陈志化老师。陈志化，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哈。第8题，给你分析一下。第8题，没有听到声音，嘿。声音好像，陈志华老师，你的麦克风有开吗？先念一下第8题，我先，好像你在开麦克风，可是没有听到呢，奇怪，你的麦克风有问题哦。奇怪，有喇叭，可是没听到声音。好了，高材生跳过一个啊，现在先那个声音，等有声音的时候再回答，后面还有啊。下一位陈莲美老师，莲美有，好，给说到第几题？第几题？第8。第8题，米苏里吉马让，吉马让都安安尼拉，就是说，前面米苏里是谓语，吉马让是主语是 S， 那度是受宾语受格。不是都是受个标记。对，那个是 O 啦，等于是V 加 S 加 O。O 在哪里 ？O 就是在那个岸岸，整个后面。你那也是修饰它的，也是包含在。你那是修饰岸岸的，它的名字。答对了，这样是标准答案哈。有用功哦，有在练功哈。谢谢老师，谢谢。这是及物动词，为什么有受词？因为你用的是及物动词嘛，对不对哈？是好，的，很好。下一位彭巴奈哈，米利巴奈。米利巴奈第9题。米利索嘎古伊达摩难。好，米利索是谓语，嘎古是主词，伊达摩难是受词。哇，很棒的！我想说，我以为你被骗了，因为伊达摩难这个字都不是度嘛，前面都是都当受词，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多啊。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句型要讲的。现在呢，可见呢，受词通常一般的名词呢，受词都是用多加什么，就本多以上多安安尼啦。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多啊，你还是说对了哈，表示说，记得啊，我们的受格标记不是只有多，这个一就是受格标记哈，因为呢，这个受格标记只用在人名跟代名词当受词的时候才使用哈。这样讲可能有点，我再讲一遍了。受格标记我们已经知道，刚刚所有，我再回复上面的那个我再回去上面的。好，我们好，刚刚讲这个大一点，我们说多，对不起，刚刚我们都是多，有多一这边都有多低哩飞，多一张，多安安都有。所以这个都后面的受词呢，通常都是普通的名词啊。那这个也是受格标记，但是什么时候这个也是受格标记，后面是受词，但是不是用都哦，
用一，所以一后面通常都是人称代名词或者是人名啊。比如说kako i di Suanan 是代名词。如果说我拜访巴奈呢，比如说kako i di Banayan 就变成后面是还是用一这个字啊。所以那个巴奈老师这个很棒啊，这个是受词啊。好，凯明、葛照，给你一个机会。凯明在吗？葛照，凯明在不在线上？线上。凯明在讲电话。哦，在讲电话哈。对。好，他逃过一劫。好，脑咪，请最后一题。麦克风有问题啊，无法使用。哦，好，再挑一个啊，叶美芝老师，因为那个脑咪麦克风好。叶美芝老师，来好，第10题给你。Misaima Jimalang i Jibanayan。好，前面是 Misai， 老师，这个我是海岸，这个 Misaima 是什么？献殷勤。好，我知道。好，宾语Jimalang是主词，吉Banayan是宾语，受词。是吗，老师？对，你再讲一遍。第一个呢 ，Misaima 是什么 ？Misaima 是位移。对了哈。所以说，就说他这个马让呢，对巴奈呢，还有意思，有意思，献殷勤啊。哎呦，这个词真好。你们知道马伊妈知道吗？马伊妈。我们叫马乌拉，马乌拉是比较平常的字啦。对。他喜欢，那是很死板的字。马乌拉去，那我到马乌拉去吧呢，他喜欢他。可是呢，米塞玛就比较生动啦，因为他，你那比较生动啊，用法不一样啊，就说他要做很多很好的这个很殷切的动作呢，要表现给本来看啊。那表示说他喜欢他呀，对不对？所以米塞玛就是就好像要表现给对他有一个什么特别爱意呢，所以他特别表现那种就献殷勤给他，就是对他献殷勤。所以这个比较生动一点啊，对不对哈？所以呢，你的解释是正确的，是位于主词后面。你们各位老师特别注意到这一题哦。那个宾语呢，你看看呢，宾语现在呢不是不哦，它里面是2个，第9题也是一。对。这个第10题也是一，吉巴南亚，这2个都是宾语。可是跟前面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是不是？所以呢，都是后面通常都是一般的普通的名词啊。如果什么也是受格标记，但是后面是，你看第9题是人称代名词当宾语，那第10题是呢人名当宾语，不太一样，对不对？这样可以分得出来吗？在座的老师，谢谢老师。宾语呢，所以它受格标记有2种，一个是都后面通常都是一般的名词，那这里呢通常有加后面不是人名就是人称代名词啊。什么叫人称代名词？有没有老师不知道？人称代名词是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这些叫做人称代名词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画面哦。好，我们今天可能要上到这而已，后面又是另外的啊，还没有上完，这个比较难，所以我就速度慢一点了。好了，刚才是美芝老师对不对？下一个是孟轩哈。孟轩老师在现场吗？好，注意，孟轩不在。好，我们就跳过，反正很多人麦克风不清楚啊。好，下一位呢？扎雷吴哈，下一位，我念的是你，这是英文吗？还是阿密斯啊？扎雷哈。嗨，欣欣，你怎么念？这个是英文叫 carry。哦，carry，那个如果是 carry 的是 CARY 就可以了吗？还是 CARRY？ 我很少看到是 REY 呢。我们是 carry 是英文就是我们都说 carry 是虚带了 CARRY carry 但是呢，这个是它名字，当然也是 OK 了。因为它是 carry 是英文单词是虚带啊，比如说这个可以携带某某东西的一种飞行物呢，都叫 carry 啊。carry 108就是美国的那个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飞机，他们说 carry， 但是载货的一些那个飞行物啊。但是你这个是当名字是可以的，因为名字你可以有按照自己的拼音，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很特别的名字啊，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对，自己写的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再看第11题，你可以念一下吗？好，谢谢。好。米当当及本来度福丁。好，答对。什么意思？本来在煮鱼。好，那结构？这个也是 VSO。对了，很好。你现在很轻松哈，你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一下子就把它看穿了哈。下一次呢再长一点，越到后面会越长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有这样的那个什么辨识的能力的话，你看懂句子了哈。好，下一位呢，那个Falius Brian 是 Brian。好，第12个给你这个太简单嘛，对你来说来。Maulah kaku iji panayan。嗨。然后就是 VSO。O 是哪一个？iji panayan。OK， 很好啊，这个是好像前面刚刚有讲过是这个是受格标记，后面是因为是人名，所以后面iji panayan啊。好，正确答案非常好。最后我们到后面还有一个还没3个。Hannah 周哈，Hannah 周第12题，请你念一下，请。老师是我吗 ？Hannah。对，Hannah 周哈，Hannah 周吗？错。左还是Hannah 左啊？老师有在吗？
尼格高进才老师在不在？伊拉豆还是麦克风有问题，听不到我的声音。好，可能有些状况，麦克风就跳过哈。Sandy Sun 我们再看第10，然后请你分析一下第15对，第14Maulah kaku tu latiu nu panca. V 加 S 加 O。Maulah 是 V。对。nu panca。正确。Tu latiu nu panca。这是什么？结构是什么 ？Tu latiu nu panca 是什么？受词宾语。对了，宾语哈，因为那个后面就是整个是宾语，本来是 radio， 本来是只有一个那个宾语是这个，因为后面有修饰语，所以它修饰它是包含在它的里面，所以呢 radio no panca 就是一个片语啦，又一个词组啦，就是说词组当它的受词也是宾语啊，所以呢Maulah 是动词后面就是 V 加 S 加 O， 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啊，很好。阿赖西西。好，快要结束了哈，我们剩下一点点，我们又回头看到前面了。再回头第2轮呢，吴新慧老师，该你了。好，老师第15。Mi nâng nâng kaku tu gru nu kiwit， 这边是 VSO，V 动词是mi nâng nâng， kaku 是主语， tu gru nu kiwit 是那个宾语。OK， 太好了，标准答案哈，你已经进入了那个门槛，已经这个句型2个句型就知道了哈。先把这2个句型弄熟了，后面会比较复杂的时候你就不会乱掉啊，很好，100分。下一位是那个李淑美老师，李淑美老师在吗？刚才他麦克风也是没有开哈，李淑美老师，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没有，我们就跳过啊。李银香老师，好，李银香老师，剩下2、3题哈，后面没有念到的就没机会了啊。娃娃主啦，好，然后主语，然后受词。好，翻译一下好吗？什么意思？小孩子在读书。孩子在看书，对不对？对。好，正确的答案哈。Miaship 是谓语嘛，对不对？动词谓语。古娃娃是什么？主语啊，主的呢？宾语好，正确答案哈。OK， 你们越来越看得懂了，句子看懂就很快乐哈。会分析句子是，你如果会分析句子，那你上课就会不一样啊。你上课的时候就会，你不会是一直念，你会告诉学生什么东西啊。那小朋友不用了，那国中、高中你就要分析给他们听了啊。好，很好，再过来剩下。我有问题，那个15题，杜格鲁努基维是奇美部落的歌舞吗？他们的舞，奇美舞啊，奇美部落的舞啊。好来，好，下一位呢？林淑贤老师。是17吗？就是。米粒。不说那么多。阿赖先生。
阿来信息，阿来信息，阿来信息。哎，要不要小心？照个面一下看看。那爱好我们什么？你说爱的，bising ho。爱好信息过了。爱好。阿来信息。好，好久不见，吴连生老师，有听到我的声音吗？郑智化老师啊，你的声音听不到啦。真的吗？听到呢，拉近点，我的眼。听不到呢，哎呦，你可能是在中央山脉听不到声音呢。我要去调一下我的声音。好，hati ini kebenaran kita平安。平安。平安。阿来信息。